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一种要深刻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今天我背起我的背包，出发前往位于新竹山区的竹东。一向听闻竹东是个客家大庄，保存着许多客家传统手艺及能人异士，有当年集合村民之力兴建的糯米桥，其他地方少见的内陆水神信仰，还有传统客家木工手艺的再发展，以及藏在竹东市街中的祖孙三代。来到竹东，不能不先来中央市场走一遭。这是新竹地方最重要的传统市场，因为早年地利交通之便，竹东的中央市场变成了各地货物集散地。不止南北货物齐全，摊商也多达400摊以上，众多的美食更是充满客家情调。逛一圈市场，就可以见识到什么叫做物产丰饶。在市场饱尝了客家传统美食，我便出发前往当年十分热闹繁华的竹东老街。走在老街，听说当年这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常。但是我只看到一条短短而冷清的街道，前面有个阿爸，我去问看看，也许可以得到一些资讯。阿爸，你刚刚说这条老街以前很热闹，那以前是怎么样的热闹啊？那一间理发店那个也是那个杂货店，杂货店好几间哦。以前傍晚的时候，山上的人会下来买挑那个茶叶下来，就买东西回去。外面来做买那个菜、买鱼，都会在这里摆摊子。白天都在山上工作。然后晚上再下来这条老街，以前那个运材木都是用那种推的车嘛，金便车卡车很少，没有。阿爸，你刚刚有说那个旅社啊，旅社是这一家哦，就是这一间哦，哦，所以它是有1、2楼，对，都是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旅社？因为要进去山上工作的人呢，走到这里都要休息一个晚上，在第2天早上再进去。东西都是用挑的，没有车子嘛。以前人来人往的热闹旅社，如今多年后已不再营运了。现在这个理发店以前杂货店，杂货店这里买米的。哦，这边是卖米的。下一间就是买猪肉的。再下一间就是那金便车的车站，这一家。哦，以前这是猪肉店。对面那一家也是，也是。以前是5峰楼酒家，后来改为没有酒家了，就改为那个杀猪的买猪肉的。阿爸，那这个以前是什么？这一间后来又改那个新竹客运车站啊。哦，车站。他晚上车子推进去，在这里就是这一家，因为他们都是矮的，他比较高，这里有车子才进得去啊。哦，以前车子是停在里面。那这个车站是要去是要送往那个山上去吗？不是，外面来最晚那一班车要住在这里，第2天早上要再舍身出去。阿爸，这个建筑啊，看起来好漂亮哦。它有多少年的历史啊？那100多年了。100多年了。哇，他的那个年纪比阿爸的年纪还大。那当然，有一些80多岁的。原来老街以前真的很热闹，因为竹东的交通优势，所以在当年台湾木业兴盛时，要上竹东林区工作的人，或是从林区下山的人，都会在竹东做停留，也就造就竹东老街的繁荣。这里的都做田做农嘛矿工也有，我以前也做矿工。以前阿爸也是做矿工哦。那是挖什么矿？煤矿煤矿。现在都靠那进口的嘛，以前都在采本地的。
阿爸是从小住到大都住在这里？哎，对对。然后工作也在这里。哎。那以前的老街跟现在的老街看起来是一样的吗？老街啊，没有什么变化，都是屋顶有变那个浪板啊，铁皮屋啊，以前是盖那个瓦的嘛。在老街，除了几栋街屋，还可以看出当年的商业兴盛外，真的感受不到当年盛况。阿爸也说，正是因为当地交通繁忙，所以当年在这山区也兴建了糯米桥。而且还罕见的一次盖了2座。我在附近绕了绕，始终找不到。前面有位阿爸，我去问看看。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就是我来到竹东这里是在找一个糯米桥。阿爸，你知道这座桥吗？那个桥的位置现在叫做中央寮。中央寮的名字是以前跟就那个。脑油啊，有没有？樟脑吗？叫樟脑油啊，樟脑油。这个糯米桥是多久之前盖的？45年。民国45年。几十年了。现在很少那样的桥了。所以是用就是我们吃的那种糯米去做的？不是糯米做的啦，以前后来是人家称。叫做糯米桥啦，完全是用石头去贴起来的。可是阿爸，我自己听到的好像是他们是说有掺那个糯米在里面，当那个粘起来这样。有啦，有那时候水泥很贵嘛，有掺的是那个缝啊，是贴砖子一样的，那个缝要一点点的呀，一点点而已啊，大部分是石头比较多了。阿爸说糯米桥是用石头盖的，跟糯米无关，这更增加我的好奇心。阿爸说糯米桥就在前面，走。大哥，你知道这里有一座糯米桥吗？知道啊。那个糯米桥是在这附近吗？对，在这前面。就在这前面吗？对。那大哥可以带我去看一下这个糯米桥吗？可以啊。糯米桥到了。对啊，这就是了。这个就是糯米桥。对啊。我看不太出来，这桥不是通常要非常的长吗？没有，就是那时候人家好，让人家便利好过，好通过这样子。这个就是糯米桥。对。原来本来就是木栈弄的，后来用竹子搭的桥，后来又坏掉了，因为里面住的人口太多了，将近100-200个人，上进太多了，所以大家集资把它做成用石头做成。这个桥比较坚固，这样子。经过范大哥的解释，才知道原来所谓的糯米桥不是用糯米搭建的桥，是在灰泥中混合少许糯米，增加粘合力。瑞丰桥，大哥，这个桥叫瑞丰桥吗？对。那这个瑞丰是人的名字还是地名？刚好是我们地名。这里是地名，所以叫瑞丰桥。对。哇，民国45年，那当时其实算是物资蛮缺乏的，然后大家还有就是集资来盖这个桥。对啊，为了安全性的问题，所以这边集资把这个盖一个石头做的桥，这样让它更稳固，让大家更安全这样。除了运货也是安全。对。前面还有一座桥比较长一点点，因为那边的河堤比较宽，所以那边前面还有一座桥，也是糯米桥。对。那大哥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可以啊，往前走一下。大哥，这就是第2座的那个糯米桥。对。这一座比较长了。对，长的，因为这个河道比较宽，那必须建这样。所以以前就是从那个我们刚刚看到第1座这样运过来之后，然后这是第2个。对。告别范大哥之前，他跟我说，竹东的发展除了跟糯米桥有关，还跟竹东大圳有关。没想到我在这里滑了一跤，好在因为这一跤认识熟知当地的彭大哥。刚走那个好滑，这个真的很滑哦。给
哦，都湿了，对啊，都湿掉了。其其实我刚刚是想说来拍一个这个竹东郡的照片，结果就走下来就不小心滑倒了。对，现在都是雨季哈，比较滑哦，要小心哦哈。我是想了解一下这个竹东郡啊，它是当初为什么会盖这个竹东郡？竹东郡是为了我们竹东镇所有的25个里的，第一个就是灌溉，第二个就是饮用水。所以在民国15年的时候就开始动工来进行这个隧道的穿凿，以后灌溉了整个25个里的水田，让大家民生生活会比较好。哦，那也差不多100年了。差不多了。哦，所以当初竹东镇的水都是来自这个竹东郡。对，所有的饮用水都是由这一条郡来灌溉的。海哥，这个水看起来有点浑浊，你刚刚不是说这个可能是灌溉啊，或是民生用水用的？对，这个水哈，因为最近几天都下雨哈，所以说水比较浑浊。我们这边的水库进水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一道沉沙池哈，我们在前面那边就有一个沉沙池。那麻烦那个海哥带我去看看。好。在竹东圳旁巧遇的彭大哥，他告诉我，要不是竹东大圳的开发，竹东镇不可能发展成现在这个规模。这个就是沉沙池吗？对，这就是沉沙池的入水口。这个水进来以后，从这边沉淀下去，浑浊的水沉淀下去以后，干净的水这会在上面，所以说上面的水就是进入水库的一个沉沙池。那这个水的这个源头啊，是来自哪里？是上平溪，最源头是在大坝尖山的支流下来的，一直延伸到这边，大概有50几公里。哇，那这里非常重要哎，整个竹东啊都要靠这个分离把水净化出来。对，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点是能够延长水库的寿命。所以说我们这边呢对这个水神是很尊敬的。刚好今天我们要拜水神，所以说待会我带你过来去。拜水神到底是拜哪位水神，让我非常好奇。所以平时开店你们都在这里洗啊？对对对，我们平常都是在这边洗。你就用这个刷子这样刷。你看。哦，马上刷，这样就刷掉了。对，你就刷掉了，看有没有？有。白白的。哇，变好白哦！踩在上面。它会摇晃哎，哇，好像那个弹簧床，然后在左摇右摇，左摇右摇。海哥，为什么这里会拜水神？因为这个水神是掌管了我们各个地方以及我们这一邻哈所有的，包括水的安全各方面，所以说这边是很多人来这边拜为水神。哦，就是有使用这一条水圳，还有镇上的安全，都会来这里拜。对。好，你们好。好来。好。交一只。那通常拜的时候啊，是要准备什么来拜？还是一样这样的。哦，都是。一两去北疆人叫我黑本当得健身，当天父子百公百婆，当男父子百子百孙，在来北疆，上至海人，下至水口，上得百公百婆，百子百孙，各强狂人上得多错。今有方面政策是吼。今年年当跑等着，处在cent出感作动点人交历史人民是和处在基础。今天是中华民国后的北控人，是你给了。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阿爸浓浓的乡音，
但是听到他们阴阳顿挫的语调，看着他们虔诚合十的双手，突然间心都暖了起来。当初我们开这个圳的时候，就开始那些人民都是很热情的，就是看到我们有一个大的石头这样子，他就成了一个伯公就拜的非常的灵。像我们这边的时候那个车子大卡车、小卡车翻过来。很多次都没有人们都没有怎样，没有伤到人，没有这样子，非常的灵啊。后来的时候，他们弄到这一个圳已经开好了。按我们这边住的农民都是还是照常在这边拜的，但是他今天拜的意思，他就讲说，伯公伯婆今天你们电视的来访问所以他就申请了很多的那个神明一起来，就保护说我们大家大家今天来的时候就一定要很平安这样子听了当地居民的解释，虽然我只是一个来自外地的旅人，但是他们的热心却深深感动了我。他现在他是说那个金银财宝要烧给伯公伯婆还有子子孙孙这样子，现在叫他就来接纳的意思啦。而且刚好就在这个水源的旁边嘛。就是我们就是要开这个水头嘛，对啊，就是要开这个圳的时候，他就才弄了一个这样子的是头八狗。对，人家讲说水头啦，水头的伯公源头。对。原来竹东的水神，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水头伯公。我喜欢我们客家人每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便会感谢伯公，并长久祭祀的风俗。主要他最后一次就是一定要上酒3次嘛，然后刚刚第一道的时候是请所有这附近的土地公到这边来坐下来，用这个鸡鸭鱼肉水果了最后面就是也要请他们回去，请来也要请回去，这是一般我们礼俗上是这样子，叫请神跟回神这样子。拜完了水神，我想到刚才叠的那一跤把衣服都弄脏了，所以我问了熟悉当地的彭大哥一个问题。海哥，像我刚刚摔倒，我的衣服这边都脏了，这边是有地方可以洗？有，待会我带你去。好啊。哇，海哥是在这里洗衣服哦？对呀，每天早上都在这边洗啊。现在也是吗？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在这边洗了几十年了。道玄，那您就在这边洗衣服，我在上面等你。好。没想到现在真的还有人天天来洗山坑洗衣服。我要洗我衣服，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摔倒了，所以我后面这里都是脏脏的。对，都脏掉了。好，脏掉了就不会冷了啦。在家里从没手洗过衣服的我，如今也只好赶鸭子上架了。所以平时太岁你们都在这里洗？对，我们平常都是在这边洗。以前没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这样子，要这样。用手。对，以前是用手这样子。那现在比较好了，你就用这个刷子这样刷。你看。马上刷，这样就刷掉了。对，你就刷掉了。还有弄水这样弄上来你看有没有？一下子就白白了。哇，变好白哦。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洗衣服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早上，早上洗。那我们洗菜的时候就不一定。最早先洗衣服，然后10点11点再洗菜。对，因为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这样，早上很早就起来先洗衣服。洗衣服洗好晾好假如是说有去田里啦，有去山上啦我们一定会去采菜嘛。原来我以为是早上是先去种田什么，然后洗衣服可能是傍晚。原来这是早上第一个要做的事情。要给它晒就因为怕太阳的关系，还有一方面以前的人比较苦，不是说有几套衣服你今天穿。明天又穿别套这样子，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好。好不容易把衣服整理干净，等到衣服干了，又继续我的竹东之旅。
洪大哥说，现在这个时节正是当地人收成芥菜、腌制咸菜的时节，他建议我不妨去看看。太太，这起来，嘿，你现在这个是在割什么菜？这芥菜啊，它是做咸菜的。哇，这个看起来好大一颗菜，好像那种一束花这么大朵哎。太太就是从它的根部最底部把它割嘛。对，它从这边跟它割起来，对，嘿，对。好，我们来试看看。对，好，你要小心哦。好，最下面不能割到菜，对，割它的根，对。你中午没吃饭啊？你没吃饱啦？哦，终于起来了啊！终于。对。没有，其实因为我是左撇子，我的那个左手力气比较大，然后再来试第2颗。好。所以这个是后来就这个割下来之后是要去做那个咸菜，还有福菜、梅干菜都是用这个菜做的。是那个泡菜吗？对，泡菜啦，咸菜干。太太，这个割完是要把它放进篮子里面吗？哦，没有啦，我们割完以后，我们就跟它这样放到旁边去，给它去做日光浴，傍晚再载回家。这为什么要给太阳晒？因为它会软化。如果是我们这样硬的话，我们搬运的时候这里会折断。若是我们是给它晒软一点的话，哈，就不会，我们搬运就比较好。那等一下可以教我怎么做这个腌菜吗？没问题啦。听说阿娟姐有做腌咸菜，我马上跃跃欲试。我们穿这些来去采咸菜。啊，穿这个来采咸菜？对，现在没人打赤脚，打赤脚那个咸菜卖不出去，人家现在都讲究卫生。卫生。对。阿娟姐是直接上去吗？哦，对，你要采这个，一层一层的采上去，对，啊。满满的一箱的这个芥菜哎。对啊。现在我们就要把它完成了，就要给它采一采啊。好，那我要上去喽。好，你要小心哦，一层一层的哦。对。哇，踩在上面，它会摇晃哎。哇，好像那个弹簧床，然后现在左摇右摇，左摇右摇。那这个是要怎么踩？哦，这个啊，这个要踩啊，你就上来，来。我们就这样一直踩，轻轻的踩嘛。轻轻的踩，所以因为我们有在田里面有软化了嘛哈，所以现在我们回来不会稀稀沙沙的，没有那个脆脆的声音，对。我现在把它踩软就好。对，这样踩软就好的。我看到这边都是有放这个盐巴。对，我们就是把它一层擦一层盐，跟它软化，再泡盐水这样，嘿。那踩完之后它要泡多久？哦，不用泡了。我们就直接丢出去洗了。直接丢出去洗了。阿娟姐刚刚有说到这个是那个客家长年菜，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芥菜来做这个长年菜？他为什么会想用这种工法来制作这个玉子？因为我觉得这种手工做的东西是最棒的，那个最耐用。师傅做出来的都是用这个卡粉组合起来，都没有用任何的。对，没有。老师，这个要磨多久？我先去吃个饭哈，你慢慢在这边磨哈，等一下我再回来。好，老师既然不跟我讲磨多久，没关系，我就等老师回来，我就继续努力的磨它。阿娟姐刚刚有说到这个是那个客家长年菜，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芥菜来做这个长年菜？它就是说它不怕煮，有一种意思叫做长长久久，去年延续到明年这样，长长久久，它可以一直煮一直煮，对，它一直煮它就很好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可以煮好几次的，反复煮没问题的菜这样，耐煮的芥菜可以说是代表长长久久，这也展现出客家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寻求好兆头的一个习惯。腌这个芥菜啊，是一层芥菜，然后一层盐巴吗？对，但是我们起先腌的，我们要看这个菜的大小。这个像这样大，我们通常就是里面加一点盐巴。
哦，小颗的就不用。盐巴撒好，我就开始给它摆平。原来是要把它翻开来，里面然后撒这个盐巴，撒一点，它到时候那不会说烂掉。那这个要腌多久？这个腌差不多，可以吃来讲，差不多十来天了。师傅看我傻傻分不清，就教我如何分辨酸菜与福菜的差别。酸菜做成了，拿出来晒2天才是成福菜。原来是晒完之后才拿。晒的那差不多6、7分熟干的。那这个是憨菜。这是憨菜。那腌好就变憨菜了。这是直接腌就好。这个腌。那这个就是不用太阳晒了。田里采下新鲜的芥菜，经过1天的日晒，然后加盐水浸清洗，再加盐腌制，这就是美味客家咸菜的做法。像这样大颗，我们就每颗都要打开来，每个都要打开来，因为它的这里面的声音比较大，怕那个盐分不够，我们就撒好了就摆这里。那如果撒太多会不会太咸？会有。哇，那所以这些都是要经验的。经验就是靠自己手感啦。那我刚刚这样会不会撒太多？看这个菜采的熟不熟有差别啦。我们是完全是凭我们自己的经验这样。经验，好，希望我不会撒太多。这样可以。好。接着，阿娟姐带我到一缸泥土前面，说要开始腌咸菜。为什么腌咸菜需要用到泥土呢？这个就是腌好的。对，腌好了以后，我们就把它用沙跟它覆盖起来。为什么要用这个土覆盖起来？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用大石头下去压，因为它太轻了，我们要给它压下去哈，它会让它自然发酵。可是以前我们用石头压，损坏率很多，它容易腐烂。是不是因为石头有空隙，所以会有那个空气进去？聪明要聪明。对，所以说我们就后来就想到说，那不如我们这样想个办法，来用沙来跟它密度高一点的话，看怎样。结果试了，不错，比那个石头好。它现在的损坏率只有大概是10%而已，以前是50%。好，你要看这个牌？好，可以啊。来这边，来这边。你看，我们已经腌好的咸菜就这样的，黄澄澄的，对不对？因为它的用沙的，它的损坏率就会比较少，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可以，就有那个有没有闻到香味？对，香味了。对。原来这个就是腌好的，它的那个颜色啊是比较暗黄色的。对，这就我们可以煮汤，可以炒了。原来这个就是腌菜。对，绿色的。还没采的时候可以做常年菜，我们这次做酸菜汤。这个是做酸菜汤。对，煮酸菜鸭那些都可以的。那其实这个食物啊，简单的这个芥菜啊，就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烹调方式。也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可以把一种菜变成好多种啊。对啊，今天一天下来啊，学到好多，就是这个。芥菜啊，就是当我们腌制完之后，放来这里啊，就变成憨菜。那这个憨菜呢，最后如果拿去晒的话，就会变泡菜，然后再多晒2天，就会变成梅干菜。对，哇，那其实这个憨菜啊，跟泡菜啊，其实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对，就是把一个食物啊，变成不一样的烹调方式。老祖宗的智慧不仅展现在食物上，还有我们日常的日用品。范老师就是将客家传统木作工艺传承与再创新的一个例子。你好，我是道玄。道玄你好。我刚刚在楼下坐了一张椅子啊，然后我发现那个椅子啊是用那个卡榫把它组合起来，然后是没有钉任何的铁钉的。对。然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想用这种工法来制作这个椅子？因为我觉得这种手工做的东西是最棒的。所以我们会想说，手工去做纯粹榫结构的东西是那个最耐用。师傅做出来的都是用这个卡榫组合起来，都没有用任何的钉子。没有。所以是有融入什么客家的元素在制作这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做这个家具，我们传统的客家的家具，老家具它其实很美很漂亮，而且结构都很漂亮。范老师，像我刚刚有看到这个椅子啊。它这个外面，它这里有就是凸出来这一块，是有什么含义吗？这一块它是叫做出榫，
那以前有故事是这样，那有钱的员外，很要求、很机车、很吝啬，可是他又希望东西做得很漂亮，它结构很坚固，可以耐用，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就跟那个师傅讲，师傅啊，我这个家具啊，我们要做出丁哦，就可以那个我们的家族兴旺哦，人丁众多的意思。然后呢，我们家的家具全部都要出丁哦，这是一个典故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现代人发现就机器设备胶很厉害，很多人做家具他只要用胶去粘，所以我觉得出损的家具它才是最标准的家具。哦，其实它这样凸出来也是有一种美感。对，另外有一种比较现代的美感。而且丁啊，其实在我们客家话中也是就是一个好的意思。对啊，就是人丁兴旺。对，运用传统旧元素，然后转化成新作品。我想范老师应该经过不少的磨练吧。老师，你做这个木工做多久？我做这个木头方面有30年了。30年了。那做这个木工啊，就是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最辛苦的是前面刚开始你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如何去进行。那个过了那个阶段之后，其实你会知道自己的人生的方向，你就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其他的辛苦都是觉得那是养分。被范老师平稳语调中的热情所激励，让我也想来试试木作工艺。老师，你现在要带我体验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要来做的是磨木头。磨木头哦。对，磨木头是不是这个工法最基本、最简单的一个步骤？对，因为所有的东西到最后都是需要靠打磨，才能够完成最后的阶段。那我刚刚我们做的有一个这个水果盘，那我们要最后要去整平，你摸摸看，它表面有很多细细小小的那种曲面，有点。对，那我们要还摸得出一点点的颗粒。对，我们要先靠这个砂纸用手工去把它磨平。你可以试看看。好。这样。对。我发现其实啊，做这个木工啊，有好多的细节哦，就是从这个卡榫啊，到这个就是所有的角度都要算得刚刚好，其实非常的不容易耶。对，它其实很讲究每个细节。像你会看到这表面有很多很细的纹，一点点，非常的细。那我们的这个最后面要把它这个细纹要把它整到很平这样子。老师，这个要磨多久？我先去吃个饭你慢慢在这边磨等一下我再回来。好，老师既然不跟我讲磨多久，没关系，我就等老师回来，我就继续努力的磨它。老师还真的去吃饭不回来了。好，继续磨，慢工出细活，好好的把它磨，把这个木头磨到最后的完成品的阶段。老师你也吃太久了。已经过了20分钟了。这个好，那你在这个磨的我看看我检查看一下。还行吧。磨得不错很棒。那感觉你摸摸看。它其实那个顺畅度就不太一样。对，真的好平顺哦。而且真的摸起来非常的光滑顺的。对，所以这就是最后的那个细部，我们以前人讲洗压液，它是日本话。范老师还说，其实木作工艺与料理食物之间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手感。这就让我想起朋友曾跟我说，竹东有个手打板。什么叫手打板？来去找找。人家做新风水啦，有没有？一定要这叫做子孙板。以后这叫子孙板，以后就有多子多孙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以前因台师大都没有什么可以挑米挑米啊，所以说结婚的人就要做这个叫做祖宗3代，要挑到3代人都还可以挑的意思。祖宗3代。
们在做什么？我们做那个缝板。缝板，客家话叫做风板。风板，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板嘛。我以前呢，在那个很多的客家庄，或是有聊到，就是做这个弯桃板嘛。我终于第一次可以制作这个弯桃板。对，现在就是说这样子，人家就讲说桃子啦。这个桃子是哪时候来用呢？过年的时候，我们假如是说人家讲说30盘布，30个晚上，拜天公的那个就是要拜天公要用的这个。但是这边呢，这边是我们要人家讲说生孙子啦，就是10月半啦。10月半的时候我们才会10月半是答谢，就是这个的时候，人家讲叫做新丁板，新丁板，天丁板就是表示说，我添孙子啦，我就今天来拜上赶鸭，这拜好的时候就大家分来吃这样子的，这个叫做钱板。钱板，因为你看有没有钱就拜天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过年的时候要拜的时候，一定要12个，不然就16个。等于这个板啊，前后左右都可以用。对，它的模型呢？它这是模型。我对这个还是蛮有兴趣的，所以做这个啊，这个就是添丁用的新丁板，坐在这边。对。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弯桃板。对。然后呢，这个就是前板。那这个前板也是就压上去就可以做。对。压下去它就会跟这个钱一样板那个模型啊。对啊，就是它这个模型上面有这么多可以制作不一样的板，然后象征不一样的意义，其实是蛮有趣的。你今天的收获很好哈。对啊，我们客家人所以说什么板都会做。像我过年的时候做的差不多10种板，10种对呀，1、2、3种，还有另外其他。我们那个年糕啊，红豆糕啊，还有发糕啊，咸板啊，还有萝卜糕啊，还有那个发糕，还有做那个。人家讲说嘎起板是怎样的？发糕的时候小的。原来手打板只是一个把板模压下去的动作。看着各位胎记做的热闹，我也不禁想尝试一下。这个就是手打板嘛？对，不是你手压手，弄一点，收一收，对。那现在我这个弄好了哈，这个是看这一面比较好，这一边没有那么好，你就现在这样子。你用也好，你就先这个慢慢的压。慢慢压。你就不能一次压。不是，你压太重会那个。因为怎样呢？因为对，裂开来了。没有关系那你这样要弄重一点的时候，那个模型才会跑出来。下面的那个对，也就要这样子弄。我觉得做这个板啊，其实也就是代表，就是我们客家人是非常像祭祀啊、拜天啊，或是过年啊，对啊，都是很注重这个东西。对，还有趁这个机会的时候，像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才有弄板来吃。平常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可以吃，对不对？就透过食物把这个情感表达出来。趁那个机会来拜拜，这样可以吃了。完了，要裂掉了。没有关系，不是，这临时的没有加那个板母啊。要板母。熟我知道，就是加热的板母。摸有些摸板嘛，摸板嘛。是刚刚太用力了吗？不是，不是，它少那个粘的板，粘度。有加一点点熟的板进去捏。我知道板妈。人家讲说板妈了。我的技术太烂了，结果拍的这个有一点点的支离破碎了。因为我们以前人家什么东西都没有像现在有那个可以买那个年糕子那些，我们都是用这个香蕉叶，叫做香蕉叶。你就放在进来。好，有一点点的破掉了，但是有满满我的心意。一不小心，我将板做坏了。这时我才体会出范老师的话，的确手感很重要。但是我不甘心，我先来挑战看起来比较简单的前板。这个是什么油？这个是
最好是花生油啦。现在沾完油之后就放上去。你要看这个有比较啊，这个是封口有没有？这个封口我们就要从上面啊，这个下面比较平的啦哈，就放在这个里面，就是这样子。哦，那个这样比较大的。只要压出它的那个钱的样子就好。对，压它的那个钱的模型，这样就好了。好，你就这样子。啊，有出来了，就拿出来了。啊，好，这个叫做钱板。这个叫做钱板，然后压出这个钱的样子就完成。那要过年的时候。刚有说过要12个。对，12个就16个。钱是表示吉祥嘛，哈。吉祥。1、2、3、4，有5个钱。对。五福临门啊！人家讲说五福临门。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模具做这个板，不用手做就好了？手做的是又不一样，又不一样。假如是说，人家讲说那个子孙板呐，有没有？现在我们做这个子孙板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子。好，这样子要这样子。人家讲说，这个子孙板哈是怎样呢？我们要扫墓，还有做那个人家做新风水啊，一定要这叫做子孙板。子孙板，叫子孙板。以后就有多子多孙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好，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这样子好了，你就这样拿起来，好，这样也可以。好，你这样。好漂亮啊，这个。对，好漂亮啊。这个最漂亮啊，给他照。对，这个要照一下，这个是我完成的这个钱板，这次终于成功了。对，它是象征五福临门、五子登科，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过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做的越多越好，钱就滚滚来这样子。太真，你自己最喜欢吃哪一个？最喜欢的哈还是钱板。我也是，希望可以多赚一点钱。对。蒸出一大堆颜色鲜艳的板，我想带一些回家。其中有一位太记说：“我送你一个好东西，让你可以带板回去。”接着他就拿出客家花布来。那我们到底是要用这个客家花布做什么？我们客家花布啊，是爱做子贡三代。子贡三代，为什么会叫做祖宗三代？以前因台西噶都没有什么可以挑谷挑米啊，所以说结婚的人就要做这个叫做祖宗三代，要挑到3代人都还可以挑的意思。祖宗三代。所以这个祖宗三代就是用这个布，然后把它绑起来，然后主要那时候是要就是挑什么？以前的人就是挑谷和挑米。挑米。按现在的人是怎样呢？因为现在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就利用这个祖宗三代的时候，圣衣就是脚上祭拜的，不管你是5升还是3升，然后都是用这个。对，就是用这个拿来挑进去，绑起来。这样拉起来，拉起来。那我是要就这样拿着吗？对，这样子的时候，这样吗？这样都可以，反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跑来跑去。以前人家就是用大的那个哈嘎布，还用上掐嘎来做一个。哇，这个祖宗三代啊，其实就很像我们现在的背包客。那我现在要赶快请那个太子来教我怎么做这个祖宗三代。那我现在就来教你。好。原来胎记教我做的这个祖孙三代，是早年客家人携带祭品到庙里拜拜的好帮手，不止轻便，同时也可以随自己需要制作。那它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在里面？这个吧，这个很多啊，因为以前的人就是说，哎呀。我娶媳妇起来，应该是要生，赶快就生孙子或是怎样。他说他有做这个祖宗三代来给我们的话他就说我们就很快会生小孩子这样子。那我还是不了解跟祖宗有什么关联？因为是说我们以前的人很迷信，有没有？要娶媳妇的时候不知道要等到几时才有孙子可以抱。结果的时候他就想说，我趁这个机会叫那个新娘子做这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层一层的
那个孙子就一时就跟着来的意思啦。哦，一代接着一代。对对对。我其实就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可以传宗接代。对对对。拍摄可以借我试看看吗？我来可以可以。体验看看怎么做这个。好啊好啊好啊啊！那你现在就是这样做。我们一起合力做的这个祖宗3代，现在终于完成了，好棒哦！你看现在你做的就有4角形，有哇，我觉得自己车的好有成就感哦。所以太这个是要怎么使用？这个是啊，看你要装圣衣上呀走的，还是用做我们出门去买东西的时候也是很方便啊。那现在你就来装那个啊。装圣衣啊！好啊，我来弄过来。嗨，我们现在就拿过来，你看，这样就装下去，不是好吗？你看。哦，刚刚好。对，刚刚好。啊，那你就，假如是说要去拜拜的时候，就这样子拿着。对，这样就拜拜的时候就非常的好。又不会跑过来跑过去这样子，刚刚好，然后这样走都很方便。我发现啊，这个祖宗3代啊，虽然是早期的使用的这个布啊，可是其实到了现代啊，我觉得它也是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实用，而且啊，我觉得它这样我们这样拿起来啊，也非常的有一点点的时尚感。而且也就代表，其实过去的人啊，对于这个是非常的重视，所以你看做的都很精致，它连车线啊都是很有细节的，然后有学问在里面，然后让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祖宗3代。谢谢。但是呢，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呢，是我要赶快来吃里面的板了。好。一趟山城竹东之旅，让我看到当年繁华山城如今沉睡的模样。当地的居民对于保护身家性命的水神，数十年如一日的虔诚。老老的糯米桥承载着过去100年的光荣，将来还会继续迎接另一个100年。洗山坑旁愉快洗衣的阿婆，工坊里衔接传统与创新的范老师，还有客家传统美味咸菜跟世代相传的手打板。这些都让竹东这个客家大庄不仅仅是一个观光客庄，而是一个活生生有人味的客家庄。